到伊。现在我的小朋友，因就是行愿非洲感恩之旅呀、伊是按2016年的11月22到1月初3，有真济所在，有台中、高雄、屏东、台南、桃园、新竹、云林、三重、台北。只有今仔日这场新营是特别超出来。我讲这一定要有乌鸡大有民主啊！咱这善心的人吼，咱真正爱甲感恩。但是伊阁发心，唔免超去伊遐，一定要超来新营太子宫啊！所以这真正姻缘安尼好姻缘，一直看落，一直看落。所以今仔日大家伫遮结缘吼，希望大家看这个节目，都是咧甲你感恩的啦。这个囡仔毋是出来咧表演趁钱的，毋是哦。因伫因的国家拢爱读书哦，拢爱受教育的哦。但是，阮互因才艺表演，互因身体更加健康。所以，等下你会当看到因唱歌，会当看到因武术的表演。哦，即摆是毋是会当开始？谢谢啊。开始之前吼，就是咱叫咱议员吼，咱致辞一下，先讲一下。先讲，大家爱看到你，你先讲。咱